美國甲伊朗講要佇個巴基斯坦展開着會談。美國嘅新聞媒體報講，上緊26號，雙方就會針對15項嘅共識來參詳研究。川普講，美國當咧甲着個人溝通，講這個伊朗至少要達成協議。川普更加暗示講，伊朗將會送予美國一份貴重嘅大禮，這份大禮甲荷姆茲海峽甲石油有相關。在美國甲伊朗準備開始談判的時，美國中央司令部放送上新的消息，宣稱已經甲伊朗境內超過9000個軍事目標攏毀掉。美意是哪怕哪講，人佇咧北京的美國總統 Trump 講話話意是真親。They did something yesterday that was amazing. Actually, they gave us a present. And the president arrived today. Trump 離世面對記者提問是真有意思來回答。伊朗這份大禮甲荷姆茲海峽佮石油運輸有關係。巴基斯坦的總理夏利夫嘛鋪文確定巴基斯坦會來做主人。美國新聞媒體 Axios 嘛指出，美伊的會談上緊是26登場。啊，那美方除了美國特使魏科夫，佮有 Trump 的囝婿庫什納以外，佮會派相。Trump 嘛進一步來說明。They're doing it along with Marco, JD. We have a number of people doing it, and the other side, I can tell you, they'd like to make a deal. And who wouldn't if you were there? Trump 是派代將出席，不過 CNN 引述內情人士的消息，指出伊朗其實只想要甲美國副總統范斯來講，認為這是有意思想要量早結束戰爭理想的談判人選。中國外長王毅24嘛甲伊朗的外長阿拉奇通話，表示有機會談判就要把握，總是比一直拍閣較好。阿拉奇是強調荷姆茲海峽原來維持開放，不過當咧燒戰的國家是例外。As the Pentagon is expecting to deploy another approximately 1,000 U.S. soldiers from the elite 82nd Airborne Division to the Middle East. 不過美國原來繼續予伊朗軍事壓力，派專門執行六角山突擊任務的陸軍第82空降師到中東，為控制荷姆茲海峽攻下哈爾克島，到提走伊朗的濃縮鈾，擴大美軍軍事行動的選項。不過戰爭若閣繼續落去，Trump的民調恐驚會愈來愈慘。路透社甲伊普所的數字顯示，Trump的支持度敢若剩36%，創下伊轉來北京以來上低紀錄。恐驚連累着共和黨，影響11月美國期中選舉的選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